大家好，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 Ryan，歡迎蒞臨饒宗頤文化館以傳奇傳承為主題嘅饒館10週年講座系列。今日我哋嚟到系列講座嘅第9講，將會同大家探討一下饒館嘅靈魂人物饒宗頤教授。首先喺呢度代表饒館多謝各位現場同埋線上嘅觀眾出席今次嘅講座。饒館係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活化歷史夥伴計劃嘅首批活化項目，作為擁有100年歷史嘅3級歷史建築群。除咗保育館嘅歷史之外，我哋都一直希望可以塑造個文化推廣嘅平台，為文化傳承出一分力。我哋為咗達到呢個目標，活化咗嘅饒館之後，除咗有常設展覽之外，都有唔同功能嘅活動場地。同時，饒館都有餐飲同埋住宿嘅服務，務求為公眾帶嚟一站式嘅文化旅遊體驗。轉眼間，饒館已經踏入全館開放嘅第10個年頭。為咗慶祝全館開放10週年，饒宗頤文化館特別呈現傳奇傳承講座系列，希望大家可以深入了解到饒館原有建築物嘅發展，更加希望可以呈出深水埗、荔枝角社區嘅變化，等公眾可以全面咁認識深水埗社區同埋饒館嘅過去、現在同埋未來。系列講座得以可以順利舉辦，我哋喺呢度必須再次衷心感謝伍潔儀慈善基金以及五福慈善基金嘅贊助，亦都要感謝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嘅支持。唔單止係咁，今日我哋都見到有唔少中心嘅理事同埋饒館管委會委員嚟到今次嘅現場支持今次嘅講座。我哋不如一齊俾掌聲佢哋啊！感謝佢哋喺百忙之中抽空支持我哋，當中包括中心理事會崔以雲博士、李乃堯副主席、饒館管委會黃景強副主席、陳萬雄博士、黎永昌博士、黃鴻堅先生以及蘇載的博士。呢個時候，不如我哋有請中心主席崔以雲主席同我哋講幾句説話。有請崔博士。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歡迎大家蒞臨出席饒館嘅傳承講座系列。今日呢，我哋係非常之高興呢，請到饒館管委會嘅主席李卓芬教授呢，係為我哋主講今日嘅講座嘅。咁今日嘅講座呢，就係好似剛才司儀所講啦，係讓我哋更好咁認識我哋饒館嘅靈魂人物饒宗頤教授嘅學養。咁眨眼間呢，饒館正式開放俾大家呢，已經係10年嘅歷史啦，已經有。咁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呢，喺明年呢，亦都係踏入第40年啦。饒館喺2008年呢，就係由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成功咁取得咗呢一個舊荔枝角醫院呢個項目呢，係作為一個保育同埋活化嘅一個首先嘅政府嘅第一批嘅呢一個歷史建築嘅活化系列嘅第一其中嘅一棟，亦都係最大嘅一個即係地點。咁中心呢，就饒館呢，就喺饒館嘅管委會嘅主席李教授同埋副主席陳景強博士同埋一眾嘅饒館管委會嘅成員啦，同埋中心嘅理事呢，即係嘅領導同埋努力底下啦，咁呢就經過即係有10年嘅即係呢個歲月啦嚇，都有一段時間都相當之艱苦，咁呢就好成功咁呢就成為咗香港一個新嘅文化地標。亦都凝聚咗好多文化嘅愛好者啦、社區啦同埋學界啦等等嘅支持，咁呢就成為呢一個新嘅文化地標。
咁咧，我哋喺未來嘅日子裏邊咧，亦都會更加好咁善用呢個搖管呢個平台。相信咧喺管委會嘅成員咧嘅努力底下咧，一定係能夠咧係迎接各種嘅機遇，同埋克服各種嘅挑戰，喺承傳中華文化嘅工作上邊咧係更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咁喺呢度咧就祝各位身體健康，有一個豐盛嘅下午。多謝各位。多謝崔博士，請崔博士就座。今日講座定題走近大師姚宗儀的學養行誼。姚教授係國學大師、華學巨擘，相信在座各位都有對佢有啲認識。但係姚宗儀教授嘅學術成就其實都係基於佢為人處事嘅方式同埋佢嘅品德行誼。今日講者李卓芬教授將會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姚教授喺為人嘅心態同埋心境，等我哋可以認識到除咗學術之外，我哋可以從姚教授身上可以學習到嘅地方。咁首先介紹一下今日講者先啦。咁李卓芬教授畢業於香港大學，其後赴加拿大深造，為著名岩土工程專家，中國工程院、加拿大工程院及香港工程科科學院士。李教授喺加拿大同埋中國從事水利、能源同埋基建工程逾40年，曾經參與長江三峽等多項水利同埋重點工程。李教授亦都一直推動教育同埋中華文化傳承，係香港高等教育界嘅傑出領袖，亦都曾經出任多間大專院校嘅院長、校監同埋校長。佢喺專業、教育同埋文化等唔同領域都有重大嘅建樹，亦都喺2024年獲特區政府獲頒大紫荊勳言，高度表揚李教授喺各方面嘅傑出成就同埋貢獻。而家李教授除咗係我哋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嘅名譽會長同埋姚管管理委員會主席之外，同時亦都係香港大學姚宗儀學術館嘅館長。為咗感謝李教授同我哋主講今次嘅講座，我哋都預備咗一個小小嘅紀念品想送俾佢。所以喺講座開始之前，我哋而家會進行一個好簡單嘅致送紀念品儀式。咁先請出姚宗儀文化館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黃景強博士，代表我哋姚館致送紀念品俾李教授，亦都有請李教授到台前接受。咁其實呢，我哋今次特別選咗幅茶壺嘅畫作送俾李教授啦。咁其實呢個茶壺呢，就係其實一位多年嚟為我哋姚館支持我哋文化傳承嚟自馬來西亞嘅繼承法師。咁其實當中畫作蘊含住嘅平常心同埋清淨心，正正係我哋要向姚教授同埋李教授學習嘅人生智慧。好多謝兩位。請兩位請台下就座。咁同時而家趁住我哋人齊啦，咁不如我哋都請下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同我哋嘅來賓同埋各位參加者嚟一幅大合照。麻煩我哋攝影嘅同事。好多謝各位，咁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準備好聽李教授精彩嘅演講啦。事不宜遲，我哋不如以最熱烈嘅掌聲有請李教授。崔主席、各位同工、各位好朋友，首先要非常之感恩大家喺佳節假期來臨比較繁忙嘅日子，禮拜六下晝仲抽時間嚟姚館參加呢個咁嘅活動，非常之感謝姚館嘅邀請。
向大家報告一下姚宗儀教授嘅生平嘅故事，同埋佢嘅待人處世嘅一啲特點嘅一啲咁嘅分享。咁咧就大家都知啦，就姚教授咧係潮州人，佢就活到101歲先係過世嘅，就係2018年過世。咁佢出生於潮州，生長於潮州。咁啊，但係同我哋上一輩咧，好多人咧一樣咧，都經歷過，譬如第二次大戰啊，有時一啲比較動盪嘅日子啊，咁樣。咁佢呢啲都喺佢嘅生平嘅故事度反映到。咁我呢度咧就有一張舊照片咧，就係佢大概7歲嘅時候咧，就喺潮州同埋屋企人祖孫3代嘅一張合照。咁咧就如果用今日嘅詞彙講咧，佢都算係一個富二代，因為佢爸爸咧就開錢莊嘅，咁即係今日嘅銀行啦。咁佢就完全咧可以繼承佢爸爸呢個咁嘅錢莊嘅生意。佢個特點咧就係佢咧自細就好希望咧能夠做學問工作，咁咧所以就冇選擇去做錢莊嘅生意。佢個爸爸咧，儘管係一個錢莊嘅老闆咧，佢爸爸姚岳老先生咧，但係都係屬於所謂儒商嗰類。比較喜歡讀書嘅生意人。咁點樣喜歡讀書法咧？因為佢自己咧喺潮州嘅屋企咧，就建立咗一個私人嘅圖書館。咁呢個私人嘅圖書館咧，聽聞講咧有成10萬卷嘅書咁多。咁當然當年嗰啲書主要就係嗰啲比較傳統嘅經史子集啊嗰類，即係國學嘅書比較多。咁當時咧就將屋企嗰個藏書樓咧，就叫做天壽樓咁樣。咁今時今日咧都仲係保存嘅呢個舊建築物。咁當年嘅姚宗儀教授咧細個嘅時候咧，佢就唔係好似我哋一般啲小朋友咁樣中意出去同小朋友玩。佢嘅特點咧就係佢中意咧就匿埋喺佢屋企嗰個藏書樓，就睇嗰啲爸爸嗰個藏書樓裏邊嗰啲經史子集嘅書。咁就當然唔知道佢能夠明白幾多啦，但係佢似乎咧喺嗰個階段咧都吸收咗唔少，同埋佢個人嘅記性比較好。咁呢個特點咧就對佢日後做學問工作咧係有幫助嘅，因為譬如佢日後做呢啲有關文史嘅研究咧，佢都能夠記憶翻佢細個嘅時候睇過邊本書，咁佢可以引用翻嗰啲材料，呢個對佢做呢類嘅學問嘅研究咧係好有幫助。即係話咧，佢作為一個小朋友咧，佢就唔出去玩嘅。佢就中意匿埋喺爸爸嗰個藏書室嗰度睇書，咁睇咗好多年。佢多年咧，到佢上小學嗰陣咧，佢發覺哎呀，學校嗰啲課程太淺，對返學冇乜興趣，就都係中意返去屋企睇佢嗰啲爸爸嗰啲藏書。所以嚴格嚟講咧，佢就冇完成一個正規嘅基礎教育，即係佢冇小學畢業，叫做返過下學，但係就發覺學校啲嘢比起佢屋企藏書嘅內容咧太淺啦，所以佢基本上咧就係主要係靠自學嚟建立佢嗰個對國學嘅認識嘅。佢一輩子咧都喜歡讀書。就呢個咧就係佢早年咧喺香港跑馬地屋企嗰個情況。呢啲咩情況咧就
我哋喺大學做書呆子啲人咧都好常見。呢個都唔算係最差嘅，有啲咧即係電話響咗都要揾一輪先知道電話 bury 咗喺邊啲書下邊。咁姚公嗰個即係呢個屋企嗰個書房亦都係差唔多啦。咁佢到後期咧就將佢比較覺得珍貴嘅4萬幾多卷嘅書咧，就捐咗俾香港大學，而家就擺咗喺鄧志昂樓嗰個饒宗頤學術館嘅嗰個藏書庫嗰度，其中有好多係線裝書啊、善本啊、孤本啊咁樣。咁姚公嘅一生咧都與書為伍，經常咧就睇書，就算到90幾歲咧，如果我喺內地揾到啲乜嘢特別嘅書，好似咩李爺巡簡出土之後嗰啲咁嘅書籍咧，佢睇到咧佢都係開心好多日嘅。咁佢就佢又冇點樣正式完成小學或者中學嘅課程啦。咁但係由於佢咧即係自學非常之認真。咁佢個學問嘅基礎咧係相當唔錯，所以到佢青少年時期咧，佢就開始咧就參與佢爸爸嘅一項工作。佢爸爸咧儘管係個錢莊嘅老闆咧，但係咧正如我剛才同大家報告咁講咧，佢係一個儒商，好喜歡文史啊，學術嘅鑽研。咁咧，佢爸爸咧就當時係承擔咗一個責任咧，就去編撰咧潮州地方志裏邊嘅藝文志，即係關於潮州地區嘅藝術同文化嘅一本詳細嘅記錄，即係十足好似我哋而家香港編地方志咁。不過佢呢卷咧就係文化卷嗰類。咁我哋香港地方志咧，66卷裏邊咧有11卷咧都係文化卷，就由丁新豹教授負責嘅總覽。咁姚公當年咧就幫佢爸爸咧就編呢個潮州藝文志工作。咁佢就儘管冇話正式嘅學歷咧，但係由於佢好認真、好刻苦咁讀書。自己自學，咁所以佢嘅學問都非常之好嘅。到佢呢個大概18歲到啦，佢就被中山大學咧就聘請咗做一個研究員。咁中山大學咧當時有一項任務咧，就係編廣東通志。中國咧我哋有一個傳統，就係省就有地方志，我哋叫做省嘅通志。咁市同埋縣咧，每個市每個縣咧都有地方志。咁當時中山大學咧就負責編呢個廣東通志，於是就組織咗一個團隊。咁其中最後生嗰個咧就係饒宗頤啦。佢咧就被聘請就參與呢個廣東通志嘅編撰嘅工作。咁大概喺嗰度做咗3年度。咁期間咧，佢同時咧就係完成咗我剛才同大家提到嘅潮州藝文志嘅編輯出版工作嘅。咁佢咧就到一路由35年18歲嘅時候咧，就到大概20歲到嘅時候，都喺廣州做呢個編撰嘅。通常當年咧要做呢啲編撰地方志工作咧，都要有一定嘅學問基礎。咁所以儘管佢係比較年輕，但係佢已經係可以擔當呢方面嘅工作。佢到後期咧，亦都有做啲兼職嘅教學工作。咁喺佢家鄉潮州咧，當時又未有汕頭大學嗰回事嘅。當時有一間咧就係專上嘅學院咧，叫做寒山師範。呢個寒山師範咧
喺潮州都相當有名嘅，好多潮籍嘅人士咧都喺寒山師範讀過書。咁佢咧就被聘請作為一個老師。咁你呢度有張單咧，就當時佢做呢個代課老師嘅時候嘅一個記錄啊。咁即係呢課亦都係佢年青嘅時候工作。咁呢個咧就係30年代後期嘅事啦。咁大家都可能知道啦，38年咧，日本人就佔領廣州，廣州都有淪陷。咁就呢個廣東通事館都被迫關門啦。咁當時嘅中山大學咧就冇法子辦落去啦。咁啊，中山大學咧跟住嗰幾年咧，就一路到41年咧，嗰隻年咧就經歷過不少嘅搬遷，就一路搬到去雲南嘅晴江縣嗰度嚟繼續辦學。咁後來咧就教育部咧覺得雲南嘅大學都當時咧你知道有西南聯大啊嗰啲好多北方淪陷之後嗰啲大學咧好多時都搬咗去雲南。咁後來咧就授意咧，不如中山大學都係搬翻去粵北，即係曲江啊嗰頭。咁啊，我哋好多父輩當年都經歷過呢啲咁嘅學校嘅搬遷，當年讀書都好艱苦嘅。好啦，咁咧就中山大學咧就39年嘅時候遷到去雲南嘅晴江。咁啊，佢哋咧仲係想繼續做呢個廣東通志嘅工作嘅。咁啊，當時咧就想姚宗儀咧就過嚟雲南繼續咧就完成呢啲工作，就請佢做一個研究員咁。咁但係咧結果咧佢就因為病咧就滯留咗喺香港，就冇去到雲南join 翻中山大學。咁佢喺香港嘅時候咧，由於佢嘅學問咧都有非常之深刻嘅呢個基礎啦。咁因緣際會咧，就有人咧就介紹佢俾葉公卓識。葉公卓咧就係廣東番禺人，係早年嘅呢個孫中山嗰個成立嗰個同盟會嘅其中一個重要嘅成員。後來咧就做過北洋交通部嘅呢個總長，亦都做過民國時代嘅呢個財政部長，咁啊算係一個國民黨嘅元老。但佢本人咧亦都非常之有學問嘅，對詩詞啊、對古典文學啊非常之有深厚嘅認識。咁咧就對文史咧係有非常之深厚嘅功力。咁啊當時咧就葉公卓咧就喺香港咧，佢曾經喺香港住過一段時期嘅。咁啊當時咧就喺香港咧就編寫全清詞抄，即係清代嘅詞嘅創作嘅一個總匯。咁佢於是咧就喺葉公卓嘅屋企咧就上班啦，做工啦。咁喺葉老屋企咧，佢發覺葉老啲藏書之中咧就有不少流失民間嘅敦煌文獻。咁所謂敦煌文獻咧，就係1900年喺敦煌莫高窟，今時今日叫第17窟，亦都叫做藏經洞。好偶然咁咧，就發現嘅6萬幾卷嘅呢啲歷史文獻，係咩時代嘅咧？就係唐或者唐以前嘅。咁呢批敦煌文獻咧，就係研究中古時代中國社會嘅第一手嘅資料啦。咁就大部分係流失海外嘅，俾人攞走咗嘅。咁但係亦都有啲係喺民間流傳。咁葉公卓就收集咗一啲，就喺屋企。咁
姚宗儀咧就有機會咧喺阿葉老屋企咧睇到呢啲敦煌文獻，咁就開始咧就研讀呢個敦煌文獻。咁用阿姚公後來嘅講法咧，當年見到呢啲敦煌文獻咧，就一見鍾情，非常之喜歡研究呢啲敦煌文獻。咁但係當時都係即係只能夠短暫咁嚟讀。咁佢亦都明白到咧，大量嘅敦煌文獻咧就係流失喺歐洲啊、美國咁樣。就剛才都提到咧，葉恭綽呢位前輩嘅國民政府嘅要員咧，一提到咧佢係同盟會嘅成員，亦都做過北洋政府嘅交通總長，乃至到國民政府嘅財政部長。佢32年至49年咧就係住喺香港嘅。咁所以姚公就有機會咧，就同佢共事。咁葉恭綽本人咧就唔算係敦煌嘅大專家，但係佢對近代敦煌學嘅發展咧都做過相當重要嘅貢獻嘅。佢咧就本人咧就冇寫好多關於敦煌學嘅論文。所謂敦煌學就係研究嗰6萬幾卷，即係喺敦煌第17窟、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出土嘅呢啲歷史文獻啦。咁但係咧，佢就好積極咁去提倡敦煌學。佢覺得呢啲第一手嘅資料係值得研究嘅。咁佢就成立咗圖書館啊，嚟致力咧推動敦煌學嘅研究咁樣。咁就因此咧，屋企就有呢啲敦煌嘅文獻。阿姚公咧亦都有機會咧就接觸到呢啲敦煌文獻。呢個係佢第一次接觸到敦煌文獻。咁就到佢後來50年代初喺香港大學定居之後咧，佢就有機會咧去正式咁樣深入研究敦煌文獻。呢個係後話啦。咁翻轉頭講咧，就抗戰期間咧，姚公咧就有時喺香港住，就係病嘅時候喺香港住。後來咧主要都係翻佢家鄉潮州。咁佢亦都咧亦都有好似我哋父輩咁咧，有呢個抗日戰爭嘅時候咧就走過難嘅。佢咧就曾經咧就被招聘為一間叫無錫國學專科學校，當年都係比較有啲名氣嘅一個專係教授傳統文化嘅學校。咁佢咧就喺潮州嘅時候咧就參加咗呢個無錫嘅國學專科學校。咁但係嗰個學校咧轉咧就隨着嘅抗戰嘅歲月咧就搬咗去廣西。咁所以阿姚公咧亦都曾經走難到去廣西，喺呢間跟住呢間無錫國學嘅專科學校。咁呢個咧就係當時佢喺無錫專科學校喺廣西嘅時候嘅一張舊照片。好啦，到45年抗日戰爭結束之後啦，咁佢又翻去潮州家鄉。當時咧佢爸爸已經過咗世啦。咁佢咧就做咗呢個潮州地方志嘅編輯嘅總編撰。咁嘅意思即係總編輯咧，即係做負責編呢個潮州嘅地方志。咁呢個照片就係佢嗰個當時嘅團隊。就姚公做地方志咧，就同其他地方一般做地方志咧係有啲唔同嘅。呢啲咧就係佢幫手編寫嘅潮州地方志嘅一啲當年嘅一啲出版嘅書籍。咁有啲咩唔同咧？我同大家報告一下咧。佢好多地方咧，如果編地方志咧，就會收集啲地方嘅歷史文獻、各類資料，就將佢編寫，
就炒埋一碟，咁啊就成一套地方志書。但姚公嘅特點咧就係佢編地方志咧，佢又做一啲原創性嘅研究，英文所謂 original research， 即係佢做一啲特別嘅研究。咁就嗱譬如咧佢編呢個潮州地方志嘅時候咧，佢就去研究下潮州地區嘅一啲地方嘅少數民族嘅歷史啦，呢個當地嘅一啲考古嘅遺址嘅發掘啊，咁佢都參與嘅。咁所以咧，佢喺編地方志嘅過程中咧，佢又去參與韓江流域，韓江就係潮州地區一條重要嘅河流啦，嘅史前遺址去參與發掘工作，咁即係佢有第一手嘅資料，佢唔係淨係抄嘅。咁啊，所以我哋話佢咧就做一啲原創性嘅研究，原創性嘅調研，呢啲包括當地一啲少數民族畲族嘅一啲情況啊，咁佢哋都有啲。佢不但淨係喺潮州嗰度做呢啲，佢仲去收集海外嗰啲潮州人嘅故事，同埋佢哋嘅發展嘅歷史。大家都知道咧，潮州好多人喺海外嘅，泰國啊、東南亞、香港嘅潮州幫亦都係好多嘅。咁於是咧就佢都係有一次咧49年嘅時候咧，佢就走嚟香港，就想收集旅港潮人嘅資料。咩叫旅港潮人咧？好似李嘉誠嗰啲就係，即係喺香港住嘅潮州人。咁就佢嚟呢度啦。咁啊同時咧嚟香港都仲有一個目的嘅，因為咧做地方志咧，你都要有啲資金，你要出糧俾嗰啲編寫嘅人啦。咁咧就姚宗儀當年咧主持呢個潮州志嘅編寫工作咧，佢亦都要去所謂做啲 fundraising 嘅，做啲籌款嚟支持呢個地方志嘅編寫工作。咁咧就香港有啲潮州嘅商人咧就出錢贊助佢嘅。咁其中咧就係呢位方繼仁先生。就方繼仁先生咧就係當年一個比較著名嘅潮商。咁佢不但咧出錢支持姚宗儀呢個潮州志嘅編寫工作，佢咧就見到呢個年青人咧都做學問工作非常之好，就好適宜咧即係長期做呢類研究工作。咁佢話不如咁啦，即係而家內地咧都係戰亂期間，你不如咧就留咗喺香港啊！香港當時個環境咧比較安定，你有個安定嘅環境，你先做到研究嘅。你成日走嚟走去走難，咁你點做咧嚇？咁你就姚公咧就聽咗佢咁話，就於是咧就自呢個49年初咧就留咗喺香港定居。咁所以咧姚公咧就曾經話咧呢個潮商方繼仁咧係佢第一個貴人，即係幫助佢 settle down 喺香港定居，咁咧就開展佢研究。咁啊方繼仁大家可能未聽過，但係方繼仁個仔你可能聽過，佢新抱你可能聽過。咁啊佢其中個仔咧就係方正，就係而家都會大學嘅副校監。副校監即係代表特首即係主持畢業禮啊嗰類咁嘅工作。就方正亦都做過都會大學嘅 council chair。咁佢嘅太太就係黃吉文女士，大家可能都認識。好，咁姚公咧，由於方繼仁嘅建議咧，就於是咧就喺香港定居落嚟。咁就定居落嚟咧，就開始咧
就生活比較安定啲。佢早年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喺呢個新亞書院啊，乃至到珠海啊，咁都搞。幾間學校教過書嘅，新亞、珠海佢都教過。但係咧51年咧，即係佢嚟香港之後2年咧，就入咗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書。當時香港大學嘅中文系嘅系主任咧，就係林仰山博士，就其實係一個西人嚟嘅。但係咧就係一個中國通，而且仲係一個古代中國歷史嘅專家添。咁咧就林仰山都好難得，因為阿姚公咧，正如我剛才咁樣，小學、中學、大學嘅學歷都其實冇嘅。你作為一個中文系主任，你請一個冇學歷嘅人咧，你都要有少少勇氣。今時今日就不可行嘅事添。咁但係佢睇到姚宗儀咧係一個真正亦有學問嘅人，點啊？係咪唔係幾句？而咧，儘管係冇正式嘅學歷，但係佢嗰個即係對國學嘅修養同埋嗰個累積咧個基礎係非常之雄厚。咁咧，於是咧佢破格咁去請佢入嚟做一個教師。咁啊，姚公咧就51年開始就喺香港大學中文系就做教師。咁啊，當時嘅香港大學嘅中文系嘅所在地咧，就喺呢個 building 啦。呢個 building 叫做鄧志昂樓，又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咁樣。咁啊，鄧志昂係邊個咧？鄧肇堅個伯爺。咁就鄧肇堅嘅伯爺當然係一個成功嘅殷商啦，但係佢亦都好熱愛自己嘅中華文化，於是佢都特登捐一嚿錢俾香港大學，就成立呢個中文學院，推動呢個中國語文同埋文化嘅教育。咁呢個咧就係當年香港大學中文系嘅所在地。呢個 building 咧就係1931年起嘅，31年至35年咧，當年嘅中文系咧就係賴濟熙，前清嘅太史，就國學基礎相當深厚，亦都係我哋香港一個好著名嘅國學團體學海書樓嘅創辦人。咁到35年咧，中文系主任咧就係54時代嘅文學家許地山，大家記得年青嘅時候讀過《綠花生》就係啦。咁許地山嘅特點咧，佢係曾經留學 Columbia 同埋英國嘅，所以英文都好掂。咁啊，所以咧佢就35年咧就嚟咗香港大學，就接任呢個中文系嘅系主任。咁佢一路做到1941年，就呢段時日係咩環境？大家都可以想象，就係抗戰嘅時代。咁當年咧就北方就好多城市相繼被日本佔領啦，包括37年嘅盧溝橋事件咁。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平淪陷咗啦。咁於是咧，當年北方嗰啲大學，包括燕京大學，好多文化人啊、學者咧，都嚟咗香港避難。咁許地山咧就係燕京大學以前嘅教授。咁佢嚟咗香港大學中文系做系主任之後咧，佢就好熱心腸咁照顧北方逃難嚟嘅好多著名嘅學者，包括歷史學家陳寅恪啊嗰啲都咩點樣照顧咧？幫人揾住嘅地方啦，揾工啦，有人病咗啊，幫佢揾醫生啊，諸如此類。咁許地山咧就
係一個多才多藝嘅人嚟嘅。佢除咗做中文系主任咧，佢又識彈琵琶，又識唱粵曲，又識繡花，咁啊好多各類嘅即係才華。好啦，咁就但係咧，佢當年咧就喺抗戰期間咧，佢亦都好熱心咧喺學界咧籌款支持前方抗日，經常去搞各類嘅演出啊咁之類。咁啊，即係操勞過度咧，大概1941年4月咧就心臟病就過咗世。咁之後嘅半年之後就日本即係佔領咗香港啦，咁香港大學都關門大吉啦。就咁嗰半年咧就係陳仁國嘅歷史學家接任嘅。咁啊，當年咧就許地山喺度做中文系主任嘅時候，其中有個學生你可能聽過，叫做張愛玲。張愛玲嘅小説裏邊嘅《延子夜》咧，就係寫許地山。咁所以呢個咁嘅舊嘅建築物咧，都有好多啲咁嘅故事。咁啊，今時今日咧，佢就係香港大學嘅饒宗頤學術館所在地，裏邊咧有4萬幾卷饒公用過嘅古籍。亦都有200幅到佢嘅書法同埋繪畫。好，咁啊，當年嘅饒公咧，喺中文系教咗一共16年。佢由初入去嘅 lecturer 咧，先叫做 reader。大家知道 reader 咧就係即係所謂教授級噶啦咁樣。咁啊，點解會升得即係做咁冇學歷咁升級都會升級咧？因為佢咧就佢係當年咧就一個比較貧乏啲嘅老師嚟嘅。在座好多都係早年嘅香港大學畢業生咧。我哋讀香港大學嘅時候咧，老師唔一定需要做研究，你教咗書就 OK 噶啦。咁就有少量嘅教師咧就took the trouble of doing research。咁即係意思咧，佢都透過自己嘅努力去研究。咁饒公係其中一個，即係佢好勤力去做研究。咁由於佢勤力做研究，佢出一啲比較顯著嘅研究成果，所以佢升到上教授級。咁嗱呢啲就係早年佢活動喺中文系做教師嘅時候，佢又好擅長於古琴嘅，即係彈古琴。呢啲咧就係佢教嘅科目。當年喺港大中文系10幾年，主要都係文學啊嗰類多，即係古典文學，呢啲《文心雕龍》啊、楚辭啊、詩經啊、詞學啊等等一啲。咁咧後來咧有人咧就將佢嗰啲教材都編輯嘅。咁啊佢咧就同學生關係相當唔錯嘅，經常帶啲學生去各地去旅行啊，睇下啲文化嘅遺跡咁。當年嘅學生中咧，就包括有一啲後來都做咗教授。前邊着淺色衫嗰個咧就係李嘉誠嘅第一任妻子，即係莊月明女士。當年都係中文系嘅學生，呢啲係中文系當年嘅教師。當年咧，除咗係阿饒宗頤係中文系教授咧，仲有阿文鴻嘅老師啊，毛宗三都曾經喺嗰度教過㗎。羅香林啊、林仰山啊、劉伯敏啊，呢啲都係比較著名嘅學者。喺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呢啲就係阿饒公同畢業生嘅合照。黃霑都係佢中文系嘅一個學生嚟嘅，咁所以後來咧，阿饒公某次有個書畫展嘅時候啊，阿黃霑啊特登嚟捧場。咁佢喺香港大學中文系嗰16年之中咧，即係除咗教書同埋做研究咧，佢亦都開展咗一啲藝術嘅活動。咁所以饒公嗰個所謂學藝雙攜，即係又做學問工作，又做藝術嘅創作咧，其實就早年已經開始係㗎。咁佢同好多
著名嘅書畫家咧都時有來往，經常有啲合作畫，包括嶺南四君子啊咁都有。咁呢個就係佢同張大千喺著名畫家萬一鵬嘅屋企嘅合照。咁即係佢亦都參與一啲藝術學嘅活動。咁咧，但係最重要嘅咧就係佢嘅學術研究。咁佢咧就除咗中國古典文學文史嘅研究咧，有兩個特別嘅領域咧係佢特別重視嘅。一個咧就係中國嘅古文字學。咩叫古文字學咧？就係中國嘅古代嘅文字咧，一般咧就相信由甲骨文開始，即係研究龜殼或者牛骨上邊嗰啲甲骨文嘅文字，即係研究古代嘅文化歷史啦。另一個重要嘅領域咧就係研究敦煌學。咁我剛才提過啦，佢喺葉公綽屋企咧就最初接觸到一啲敦煌文獻，咁佢就一見鍾情，所以佢到喺香港大學安頓咗落嚟嘅時候咧，佢就開展敦煌學嘅研究。但係當年咧，香港大學就冇幾多片甲骨或者敦煌文獻俾佢研究，咁於是咧佢就要利用暑假咧。香港大學有一樣嘢幾好咧，其他大學都係啦，即係暑假就容許你 take leave 咧，走去外邊咧去做你嘅研究。咁啊，當時就50年代初又唔係好方便翻內地去做呢類咁嘅研究。咁佢於是咧就甲骨文咧，佢就走咗去日本，去京都大學。咁啊，點解走去日本京都大學咧？因為日本仔咧攞咗我哋好多啲甲骨。如果你係京都大學咧，你就睇到數以千計嘅甲骨，即係藏咗喺嗰度。咁於是咧，余宗儀咧就利用大學嗰啲假期咧，就去日本，就睇人哋攞走嘅中國嘅甲骨。咁晚上咧，佢當時住喺附近有個叫三賢寺。咁當時咧就好多人都觀察到佢咧，就每晚都做到深夜，所謂每晚都 burn midnight oil 嗰類人，好勤力嘅。咁佢就專研甲骨文咧，即係研究古代嘅中國文字咧，就出咗一啲學術著作，比較有代表性嘅咧，就係所謂殷代，即係商代嘅占卜人物嘅通，即係因為上古嘅時候咧，利用啲甲骨好多時做占卜，咁做占卜咧，裏邊有好多歷史人物咧都有提到，咁佢就透過呢啲甲骨去研究上古嘅時候呢啲咁嘅歷史嘅資料。佢寫咗呢本書咧，就後來咧得到法蘭西學院頒授一個叫做漢學儒連獎，咁係一個即係國際漢學一個比較高嘅獎勵。咁佢跟住咧長期之後咧都有研究甲骨文。佢不但研究甲骨文，但我哋中國古代文字咧就最早就係呢個殷商時期嘅甲骨啊，到春秋戰國乃至到漢咧就係木簡或者竹簡，有時咧就寫咗喺啲呢啲絲綢嘅絹上邊。咁咧到嗰個時代咧，中國古文字學就叫做簡白學，簡咧就係竹簡、木簡。咁譬如我哋先大概20年前都發現嘅呢個李爺秦簡，即係好多時當時咧未有紙嘅流行，通常咧就將啲古代嘅文字就寫咗喺啲竹簡、木簡嗰度。咁所以就叫做簡。咁個白咧就係指嗰啲布質嘅絹或者絲寫喺啲絹上。咁所以叫做簡白學咧，就係即係中國古文字學嘅呢個春秋戰國乃至到呢個秦漢時代嘅古文字學。咁姚公咧就好醉心研究呢類咁嘅古文字學，對甲骨學
係有相當深厚嘅認識。晚年嘅時候咧，佢翻東京咧都有翻去睇佢早年喺東京喺呢個京都住宿嗰個三年子。咁啊，呢個甲骨學咧係佢一個重要嘅研究領域。其實佢主要咧係透過甲骨同埋簡帛咧去研究古代嘅文化歷史。另一個重要嘅領域咧就係呢個敦煌學。咁啊，正如剛才同大家講過咧，就1900年嘅時候咧，就好意外咁咧，就喺敦煌莫高窟第17窟，所謂藏經俑嗰度咧，就發現咗咧有6萬幾卷嘅呢啲咁嘅歷史文獻。歷史文獻嘅內容咧，就有啲係手抄嘅佛經啦，基督教嘅聖經，即係Nestorian Church 嗰個嘅聖經咧，都有10幾個版本，都有10幾份喺度。咁啊，亦都有好多地契啊，呢個商業嘅契約啊，乃至到婦女會嘅組織章程，離婚書都有10幾份，叫放妻書。咁係研究中古時代中國社會嘅重要嘅第一手資料。好啦，咁啊發現咗之後咧，1900年係咩環境咧？大家想想，晚清時期，1911就係辛亥革命。辛亥之前嗰10零年，中國亂成點？大家都心中有數。邊度會有人去理呢啲咁嘅敦煌文獻咧？於是咧就陸續咧就俾好多人咧就將呢啲敦煌文獻咧就拎咗去外國。咁啊一個 Hungarian Englishman 咧，即係一個匈裔嘅英國人咧，叫 Otto Stein 咧，就拎走咗1萬幾卷。今時今日咧就喺大英圖書館，有少量喺大英博物館。如果你聖誕節去倫敦咧，你去睇睇大英博物館咧，佢哋有個好大嘅絲路展覽咧，就包括呢啲咁嘅敦煌嘅文獻，即係有1萬幾卷咧，就喺佢度。咁咧就佢哋咧就將佢 catalog 咗，咁啊又叫英藏敦煌文獻。就亦都有除咗文獻之外，亦都有好多絹畫，即係畫喺絲綢之上嘅畫。咁呢啲都喺大英圖書館嗰度嘅。除咗英國人Otto Stein攞咗1萬幾卷咧，隔咗幾個月之後咧，就嚟咗個法國人叫做呢個叫Paul Pellier 白希王。咁咧佢係識中文嘅，佢係一個所謂外國嘅漢學家。咁佢都係踎喺個洞嗰度成個月咧，揀嗰啲最精先拎走。佢就冇拎1萬幾卷，佢就拎咗6000幾卷，不過係最好嗰啲。咁啊，於是咧而家就去咗法國嘅國家圖書館嗰度就收藏。咁啊，即係法藏敦煌西域文。咁啊，就之後咧。又有俄國人嚟啦，又有德國人嚟啦，又有日本人咧，又有美國人嚟啦。咁咧就6萬幾卷嘅敦煌文獻咧，大部分咧俾人攞走晒。咁啊，剩翻1萬零卷咧，即係人哋揀剩嗰啲咧，而家喺邊度咧？喺北京圖書館嗰度。咁啊，就於是咧，呢啲敦煌文獻咧，大部分都流失海外。到姚公喺香港大學安定落嚟教書嘅時候咧，佢仲係好記住喺葉公綽屋企睇到嘅敦煌文獻。咁佢又好想去做敦煌文獻嘅研究，因為佢咧就於是佢周圍去打聽，佢打聽到咧，原來咧就日本人咧，因為日本人又好熱心去推動敦煌學嘅研究。咁日本人咧就同大英圖書館咧就有個協議，日本人咧就走去咧就 make 咗6 set 嘅 microfiche， 即係特片，即係當年
冇咩 PPT 啊嗰類咁嘅時間，咁啊於是咧就影相，就將呢萬幾卷嘅敦煌文獻喺大英圖書館嘅咧，就拍成照片，就叫做 microfiche。咁我哋有啲同學咧早年都係揾資料都係睇 microfiche 嘅，咁啊 set 整咗6個 set 咧，就喺呢個大英圖書館，咁係日本人拍嘅。咁啊姚公咧就聽到咁嘅消息啦，咁啊於是咧就託佢一個喺英國 Cambridge 教書嘅朋友，考古學家，可能大家都聽過鄭德坤教授，當時喺 Cambridge 教書嘅，就對佢打聽下，咁啊可唔可以讓一套俾佢可以嚟推動呢個敦煌學嘅研究啊咁。咁人哋話可以買一套俾佢，咁要收4000蚊港紙，50年代初嘅4000蚊港紙都唔少錢㗎啦。咁佢係出唔起嘅，咁但係咧，我剛才提到嗰個方繼仁先生咧，佢個第一個貴人咧就好支持佢嘅研究嘅。潮州人大家都知好團結嘅，即係佢哋亦都好重視呢個教育文化。咁佢哋見到有一個咁好嘅學者咧，佢哋願意出錢支持佢。咁於是咧，方繼仁先生咧就出咗呢4000蚊，佢就買到一個 set of microfiche。今時今日嗰啲 microfiche 咧，仲喺饒宗頤學術館嗰度嘅。咁買咗套之後，佢咪開始敦煌學嘅研究咯。就鄭德坤咧就係喺張相嘅呢個左手邊第2個嗰個就係鄭德坤。佢有時有翻下嚟香港喺中文大學教下書啊咁。咁佢係阿姚公嘅好朋友啦。OK，咁咧姚公得到呢啲敦煌學嘅文獻之後咧，咁佢點咧？咁咪開始認真做研究。認真做研究咧，佢第一個着眼嘅咧，就係其中一份叫做《老子道德經》嘅賞議注。咩叫《老子道德經》賞議注咧？其實就係《道德經》，大家都知道啦嚇，即係老子著嘅呢個道教嘅最重要經典。咁喺東漢時候咧，有一個道教嘅天師咧，叫做張道陵。咁咧就一般相信咧，就張道陵或者咧就加埋佢個孫叫做張魯咧，就對呢個老子嘅《道德經》咧，就做咗個注釋，即係做啲注解。咁呢篇嘢咧就叫《老子道德經》賞議注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喺敦煌文獻裏邊嘅C 6825。咩叫 C 6825咧？即係史太恩拎走嘅第6825卷嘅敦煌文獻咁解。咁佢就買到啲 set microfiche 咧，就開始做研究咧。第一份就係呢份咁嘅類。咁研究一輪咧，佢就做好多注解注釋，因為佢嘅文史嘅基礎比較深厚，佢嘅國學基礎啫。咁佢能夠咧，即係做更好嘅注解。咁於是咧，佢就出咗一部書叫《老子賞議注校譯》。咁同時咧，就將佢嘅研究嘅成果咧，就拎去當年香港大學就好興嘅中文，就去英國嘅皇家亞洲學會，當時喺蘇格蘭開嘅第23屆東方學嘅國際會，即係去咗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去 present 張 paper， 就係去研究呢個老子賞議注呢個校譯嘅咩？咁在座咧 so happen 咧，就有個國際漢學界嘅大師，係一個法國人，叫戴默爾 Paul Demerville 嘅。咁個人喺度聽完，呢個饒宗頤相當有料喎，即係咁好 impress。咁 impress 咧，就於是咧就同佢就相識咗，就好讚賞佢嘅研究，咁了解饒公嘅研究。當年咧就有啲通訊，
咁戴密爾咧後來寫封信俾姚公咧，佢話：You are a great sinologist. Your paper on the wonderful manuscript of 老子 was a great paper. blah blah blah. That was your study of the Chu Xiu manuscript， 即係楚嗰啲白，即係嗰啲寫喺書卷上嘅研究，即係嘅楚辭嘅研究。咁啊對呢個殷商嘅甲骨嘅研究亦都係好研究，咁非常之讚賞佢。咁讚賞嘅個 bonus 係乜嘢咧？讚賞個 bonus 咧就係佢咧就 invite 阿姚宗儀咧可以去巴黎，去法國嘅呢個國家圖書館咧，去親自去睇呢啲喺法國嘅6000幾卷嘅敦煌文獻。咁姚公於是咧就有機會咧就去睇呢啲敦煌嘅文獻。咁姚公真係之後就好多年嘅暑假咧就走咗去嗰度，就嚟睇。咁啊住喺佢又好有學問，咁啊好多法國呢個遠東學院啲學生就跟佢學嘅喎，包括呢個汪德邁啊，咁嗰啲咧都跟佢認佢拜佢為師。咁姚公咧於是喺法國就好多個夏天就從事呢方面嘅研究。我後來有機會去翻法國國立圖書館去睇翻佢當年嗰啲研究報告，用蠅頭小楷寫嘅，寫得好靚，因為佢本人。但係呢啲法國人都唔會再俾翻你啦，即係已經 keep 晒嗰度。咁啊呢個戴密微咧就好欣賞姚公，就多次邀請佢去法國做發藏敦煌文獻嘅研究，就同佢周圍去旅行啊咁之類。就由於你有呢個因緣，有呢個際遇咧，咁啊姚宗儀咧嗰個敦煌學嘅研究咧就能夠正式咁樣大規模咁開展。咁之後嗰幾十年咧，姚宗儀咧敦煌學嘅著作咧係相當之多嘅。呢度咧係其中一部分。有啲咧法國人將佢譯成法文啊，咁亦都有。就大部分咧係文史方面嘅研究，亦都有啲咧係敦煌嘅音樂、敦煌嘅曲嘅研究。咁佢當年咧就係同趙元任個女就係趙如蘭。趙如蘭當年係哈佛大學一個教授。咁而趙如蘭亦都係中意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咁佢兩個人咧就研究啲敦煌嘅曲譜啊之類啲咁。咁如果出過呢啲咁嘅著作，敦煌琵琶譜啊啲論文啊咁之類，即係對敦煌嘅音樂、唐代嘅音樂咧有相當深刻嘅研究。另一方面咧，佢亦都研究敦煌嘅壁畫啦，特別係所謂嗰啲素描嘅畫，即係嗰啲 line drawing。因為你敦煌啲畫咧，通常係先由 line drawing，然後再着色嘅。咁咧就出版咗喺法國嘅時候咧，就同法國合作咧，遠東學院合作，即係敦煌白畫。其實就係啲 line drawing。如果大家有興趣咧，而家鄧志昂樓嘅豫中學術館就有一啲呢啲佢當年嗰啲畫嘅展覽。咁咧就即係佢對敦煌嘅藝術、敦煌嘅文獻都有相當多嘅研究。咁佢後來咧亦都不時去下敦煌。呢個係佢87年去敦煌嘅時候嘅啦。當年咧就常書雄啊、段文傑啊咁樣就同佢言談甚歡。姚公咧就心中咧始終對敦煌學咧有一個結嘅。佢咧就去敦煌嘅時候咧，佢就睇到咧就有人咧將呢個陳寅恪咧就將一句話咧就刻咗喺度。呢句話咧，如果大家細心睇咧，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呢句説話咩意思咧？我剛才同大家嘅報告講咧，即係我哋有6萬幾卷嘅
敦煌文獻，但係絕大部分特別係比較好嘅咧，都係流失海外。咁你流失咗海外之後咧，即係譬如日本人咧，你就睇到咧，佢好多研究嘅論文啊報告出嚟嘅。所以曾經有人講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海外或者在日本，意思咧就係敦煌呢個地方的確在中國，但係敦煌學呢個研究中古時代中國社會呢個學科咧，就喺外國，特別喺日本。咁呢句説話咧就讓陳仁國著名嘅歷史學家陳仁國咧就寫咗呢句敦煌者吳國學術之傷心事，因為你大部分啲歷史文獻都俾人攞走晒，人哋就重視你中國當年由於戰亂，邊個有時間精神去研究呢啲嘢咧？咁咧就佢有感於呢句話咧，於是咧佢就自己有個心願咧，去盡佢嘅能力去培養敦煌學嘅人才，同埋推動敦煌石窟嘅保育嘅工作。咁佢喺香港嘅時候咧，就曾經組織主持過一個呢個敦煌學嘅國際研討會，就喺香港舉辦嘅。咁當時咧文促咧都有支持佢做呢啲工作嘅。文促支持阿姚公做呢類敦煌學嘅研究咧，係主要咧就係咁。阿姚公咧就覺得，你睇下人哋敦煌學嘅研究做得咁好，我哋自己中國因為人才比較凋零，於是咧佢就決心咧去培養呢啲比較優秀嘅中青年嘅敦煌學者。咁佢咧就當時咧就揾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同埋我哋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支持。中心支持咧 KK 都仲好記得。我哋咩叫支持咧？嗱，佢咧就先後咧就請咗30幾個中青年嘅學者嚟香港，就跟佢一齊做敦煌學嘅研究。嗱，呢啲就包括黃堯，所謂Mr. Tibet 啦，即係藏學研究嘅大師啊，姜伯勤，即係中山大學嘅榮新光咧，今時今日嘅北京大學嘅明星級學者啦，就咁一大堆呢啲咁嘅學者，咁咧就over period 大概10零年，就陸續咧就嚟香港同佢一齊做合作研究。就喺呢個過程中咧，即係就推動呢個敦煌學嘅研究。咁你想象下，你如果請呢啲大陸學者嚟，你要揾地方俾人住，你又要揾地方俾人做研究，你仲要支持佢嘅生活費。咁其實當年我哋香港中文文中心就支持姚公就做呢啲嘢。當年姚公咧就係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嘅學術委員會主席。當年我哋有個學術委員會，個主席咧就係阿姚公自己。咁我哋就支持佢做呢啲事，一幫佢解決呢啲柴米鹽油嘅雜事。咁佢咧就於是咧就陸續即係10幾年間就請咗呢啲學者嚟，請咗學者嚟。但係譬如呢度呢個咧就榮新光咧，今日你上網查一查咧，你發覺榮新光咧已經係一個非常出名嘅一個北大嘅教授，主攻係敦煌學呢個咁嘅領域。就咁佢哋合作研究嗰啲成果咧，就每年咧就出一本學報，好厚嘅學報，就係《敦煌吐魯番學報》，已經出咗20幾嘅。咁而家你中華書局都仲睇到，文雄咧一定知道呢樣嘢。嗱，呢啲咧就係佢當年請嚟嗰啲學者。咁請嚟嘅時候咧，佢就會安排佢哋喺文促嗰度做個學術報告，或者超過一個學術報告。咁呢個就係香港中文文促進中心即係支持姚公
積極推動敦煌學嘅一啲舊事。咁姚公咧就個目標咧，當時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培養中國嘅自己嘅敦煌人才。到佢晚年嘅時候，佢睇到咧，即係中國咧已經好積極咁去推動呢個敦煌學嘅研究。咁用姚公晚年嘅説話咧，就係中國嘅敦煌學咧已經係雲蒸霞蔚，意思咧即係人才輩出，遠遠超越咗外國，包括日本。呢個係令佢覺得非常之安慰嘅事。咁姚公咧畢生咧去從事同埋推動敦煌學咧，於是咧佢曾經得過一個國家文物局同埋甘肅省政府嘅一個特殊貢獻獎嘅。到晚年咧都好醉心於敦煌學嘅研究。KK 同學咧就2000年嘅時候曾經陪佢去過敦煌，佢仲係親自去宣讀佢嘅論文。咁晚年咧亦都經常去敦煌咧，包括辦書畫展啦。就佢曾經有一首詩，就係80年嘅時候寫嘅。咁就其中有一句咧，就係最後一句咧，他生願作寫經生。呢句詩句係咩意思咧？所謂寫經生咧，就係早年即係呢啲敦煌文獻咧，好多都係抄寫嘅，包括一啲手本嘅佛經，乃至到基督教嘅聖經都係手寫。咁咧，當年咧喺敦煌呢個地方咧，有兩種職業嘅，一種職業咧就係抄經，就係抄寫啲經文；另一種職業就係畫畫啦，即係繪畫啦嗰啲咁職責好多呢啲咁。抄經生，姚公咧就好醉心呢啲敦煌學嘅文獻同埋研究，於是咧佢話來世咧，我想做當年嗰個抄經生。咁即係佢好對呢啲咁嘅敦煌文獻係好有感情，所以佢係畢生情繫敦煌。佢當然咧亦都對印度嘅梵學同埋佛學咧都好有研究。60年代嘅時候咧，我曾經咧透過印度一位學者朋友白春輝介紹咧，就去印度咧就去咗成3個月嘅。後來咧就寫咗好多畫作。就陪佢去嘅咧就係佢法國嘅一個學生汪德邁。陪佢去印度周圍走啦。就佢後來咧畫咗好多畫。就呢度係其中一張。汪德邁陪住佢老人家去咧，就喺印度轉咗3個月咧。佢後來咧就曾經寫過篇文講，佢話姚公呢個人咧喺讀古印度文字咧投入嘅時間同精力係十分驚人。其實佢研究乜嘢佢都係咁。每日晚上11點咧，我哋喺火車上又好，小旅館瞓嘅時候咧，佢都即係淨係瞓2-3個鐘頭，然後咧又起身咧，又繼續去做佢嘅研究。其實佢係一個相當 hardworking 嘅人。早年去法國研究啲敦煌文獻，亦都係咁。呢個就係我所提嘅佢學生汪德邁，亦都係一個法國著名嘅漢學家。佢曾經嚟中文大學做過訪問學人咧，又做過個演講叫做《我與我的老師姚宗儀》。即係佢係受國際漢學界非常之尊崇嘅一位學者咯。呢個就係汪德邁咧，就我哋最後一次去陪姚公去法國嘅時候，2017年嘅時候，汪德邁年紀都90多個多啦，過嚟探佢。佢就記得咧，當年咧，姚公咧喺法國去研究嗰啲敦煌嘅文獻咧，佢就住喺佢屋企。佢話咧，就佢似乎咧無時無刻都係喺度工作嘅，可以一天工作20小時，漂浮尋常。
咁佢咧點知咧？因為佢住喺佢屋企，佢都三更半夜咧，都望下佢住嗰個客房咧，儘管閂咗門咧，但係嗰個門罅咧，仲係有條光線嘅，即係佢仲係開緊燈，做緊佢嘅研究。呢個就係顯示佢係一個非常之勤奮嘅。咁我再簡單報告一下咧，姚公離開咗港大之後又點咧？佢喺港大咧係52年至68年間，咁之後咧佢就去咗新加坡。當時新加坡大學咧就創建中文系，於是就請咗阿姚公去做系主任。咁但係佢喺新加坡期間咧，佢有時有去台灣，有時會喺美國做visiting professor 嘅。呢個係佢喺新加坡大學嘅時候同佢太太呢啲照片。就亦都研究咗南洋嘅一啲歷史，同埋出咗一啲著作。咁我提過咧，佢喺新加坡嘅時候咧，曾經有一個時期咧，就去美國做visiting professor， 主要係去 Yale， 即係耶魯大學。因為佢亦都喺美國周圍度。喺 Yale 期間咧，就同著名嘅呢個古典文學家張充和咧，都相當熟悉。就喺新加坡之後咧，就翻佢個人唔係好中意做行政嘅系主任嘅呢類嘢，咁於是就冇做啦。咁於是翻嚟香港咧，喺中文大學，就喺中文大學咧，就其實就教咗6年之後咧，就係作為一個叫做榮譽，其實都係一個退休教授。咁就好多中文大學嘅活動嘅記錄，包括藝術系嘅顧問教授啊咁啦。咁之後咧，佢就正式退休啦。退休之後咧，佢就經常咧翻嚟內地去考察嗰啲考古遺址啊、博物館啊咁。咁咧就佢唔係淨係去遊埠嘅，佢真係好認真去研究呢啲文物。咁姚公一生咧，佢大概寫咗1000多篇嘅論文。呢句説話咩意思咧？我哋一般啲大學教授，一般係大概300-500篇到都幾算多㗎啦，300-500篇嘅 journal article， 佢係過千嘅。咁點解佢特別咁多咧？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好勤奮，第二個原因佢亦都好長壽。佢70幾歲喺中大退休咧，佢退而不休，佢就繼續用佢研究，譬如去內地收集啲資料啊，咁寫咗1000幾篇。其實佢1000多篇呢個論文咧，其中2/3係佢退休之後寫成，因為佢真正係退而不休。咁佢於是咧就去咗好多啲文化遺址啊、博物館啊，咁認真去考察。咁睇完之後咧，佢就會寫啲論文啊，咁樣，所以就特別著作多。咁大江南北佢都跑遍啦，呢啲我就唔詳細講。咁佢亦都有去不時去外國去參加各類嘅學術活動啊，喺博物館啊咁之類，有翻巴黎啊、哈佛啊咁樣之類。咁佢曾經咧就喺80年嘅時候去過泰山，咁睇到泰山其中有一個石刻咧，就《金剛經》。咁佢後來咧就喺香港咧就寫咗一啲短啲嘅經，有260字嘅一個《心經》。《金剛經》咧就1萬幾字嘅，呢個就係260。咁寫咗之後咧，當時咧就係亞洲金融風暴嘅期間，佢諗住咧就將呢份《心經》嘅呢個墨寶咧捐俾政府咧，就作為一個對香港市民嘅一個祝福。當時咧係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啦，咁最後咧就佢政府本來嘅想法咧就喺可唔可以好似泰山嘅《金剛經》咁揾塊石碑嚟刻咗佢咧，石刻。咁就我都參與過，就去同埋政府嘅土力工程處啲人咧去試下揾唔揾到一塊咁嘅石牆。咁但係發覺香港就唔係好適合，因為香港係亞熱帶，
啲石嘅風化比較嚴重，好容易散碎。如果你刻咗喺個石牆度咧，呢個石散咗之後咧，效果就不好。我話翻俾佢姚公聽，姚公話：咁啊唔緊要啊！嗱，我哋中國古文字學咪由呢個嘅甲骨開始到簡白嘅，包括木簡、竹簡，不如我哋就揾木簡啦，咪當係即係木簡嘅一種咯。咁啊，即係咁啊，反正都係中國文字嘅一樣早期嘅表達方法。咁於是咧就一知咧就揾咗一啲木板，就刻咗40條嘅呢個《心經簡林》，就喺大嶼山嗰度。咁啊，開幕嘅時候咧，在座有啲朋友，包括 KK 都有去嘅，真係。咁今時今日都仲喺大嶼山。佢就係將《心經》呢個260字咧刻咗喺度。咁啊，英文叫 Wisdom Path 呢個嚟。就姚公咧就喺耶魯教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學生就叫做咪咪記。咁呢個咪咪記即係其實就係標記嘅second 即係 stepmother。咁咧佢本人咧就係讀嘅喺 Yale 讀嘅 Oriental Study 嘅，即係東方學。咁啊識講普通話嘅。咁啊佢做過Seattle Art Museum嘅咩？咁而家咧就係美國嘅敦煌基金會嘅主席。咩叫美國敦煌基金會主席咧？就係去喺美國咧就推動呢個敦煌嘅研究同埋敦煌藝術嘅推廣。咪咪基咧86歲啦，但係基本上每年都去敦煌1-2次嘅，好熱心推動嘅。佢亦都曾經喺 Getty Museum、LA 嘅 Getty Museum 辦過好大型嘅敦煌之路嘅展覽，係非常之熱心咁去推動呢個敦煌學嘅傳承。咁啊，姚公對敦煌學咧感情好深啦。佢亦都鼓勵我哋咧去盡量去支持敦煌石窟藝術嘅保育同埋敦煌學嘅傳承。咁於是咧就喺2010年嘅11月咧，我哋就成立咗香港敦煌之友。咁咧就當時范錦思院長，即係敦煌嘅院長都有嚟。咁啊當時咧積極帶動呢件事咧，包括阿基表咧、余志明先生啊，咁樣佢哋都有非常之熱心嘅帶領。咁就呢10零年咧，做咗啲乜咧？就香港敦煌之友咧，就過去10零年咧，就主要咧就係我哋呢度冇嗰張喺度，就主要咧就係贊助咗敦煌石窟裏邊嘅壁畫嘅 digitization。范錦思咧，當年咧就預計到敦煌嘅壁畫咧，就好多都已經千幾年嘅歷史啦。佢始於北梁時代，即係南北朝嘅時候，北梁就大概到宋元嘅時候，就大概有1000年到嘅繪畫嘅歷史。咁咧，佢係敦煌莫高窟咧，其實係世界最大嘅原址美術博物館。原址係 in situ，即係喺本原地建立起嚟嘅一個美術博物館。咁700幾個洞窟裏邊400幾個係有壁畫嘅，咁啊比較保存得好嘅，大概係300個度嘅壁畫。咁啊就由於呢啲壁畫都已經有2000年嘅歷史啦，咁要保存咧係相當困難。咁啊當時范錦思咧就有一個想法，就係可唔可以將呢啲壁畫咧 digitize 晒。digitize 晒個好處咧，就係你可以喺個電腦嘅熒幕上咧，將佢放大縮細，慢慢睇研究。對研究咧好有幫助。你如果親身去現場咧，大家都去過敦煌，好多時洞窟嘅照明咧就唔係好夠。你用個電筒，你都只能夠睇一陣。你唔可以
一個檔留太長時間，因為咁多檔睇，你只能夠最多留一個鐘頭。咁但係你如果係將佢 digitize 咧，你如果研究嘅時候咧，你對住個電腦，你中意睇幾耐，慢慢放大縮細乜都得。咁所以咧，佢就建議咧，就將呢啲壁畫數字化。咁啊，數字化咧，你就要即係喺個洞裏邊咧，做呢啲 scanning，都花幾個月時間㗎。即係嗰個洞窟咧，唔係四方㗎嘛，係圓形㗎嘛，你要慢慢逐張影咁嚟將佢及好，大概幾個月時間。即係話咧，每個洞窟佢需要一啲資金嚟 support 呢個 digitization。平均大概幾十萬到，大嘅可能係過百萬。咁呢個敦煌之友就做咗啲乜咧？就係過去呢10年咧，就揾咗一大批朋友，包括在座嘅一啲朋友，佢哋咧就贊助啲洞窟，即係贊助呢個洞窟或者嗰個洞窟。咁咧就於是咧就完成咗頭100個洞窟嘅 digitization 嘅工作。咁啊開展之後咧。而家國家就好重視啦，習近平自己亦都親自去睇啦。跟住就話咁唔得喎，你香港人攞晒彩咁而家國家每年咧撥千萬計嘅資金嚟 support 佢做呢啲嘢，咁我哋都繼續支持佢嘅。主要係人才嘅培育，譬如送啲人去 Getty Museum 去做培訓啦，或者係呢啲壁畫嘅源頭係印度乃至到中亞，咁我哋送佢啲研究員去印度。去犍陀羅，去巴米揚，去研究呢啲佛教藝術嘅成個歷史，讓佢哋有個更廣闊嘅國際視野。咁呢個就係香港敦煌之友過去10年做嘅工作。咁就呢個亦都係姚教授就鼓勵我哋做。咁啊，我花咗大家好多時間啦，即係。咁我就或者總結一下佢呢個姚教授嘅一生。咁我就喺佢身邊都好多年。咁我自己綜觀咁嚟睇佢一生咧，佢有2個特點嘅。一個特點咧就係非常之勤奮，好似我剛才同大家講，佢無論去到法國，乃至到去到印度，乃至到喺屋企咧，佢都係通常工作到深夜。80幾90歲咧都仲係咁，一生咧就為咗追求學問，佢放棄咗佢屋企嘅呢啲錢莊生意。咁你就算有人鼓勵佢，叫佢做啲咩其他嘢咧，佢都不為所動。所以佢係屬於我哋話真係不改初心，即係好勤奮、好 dedicated 嘅一個咁嘅人。佢嘅所以有咁大嘅成就咧，同佢嘅勤奮同專注咧，係分唔開嘅。咁一輩子咧都係追求學問，但係佢亦都係唔係淨係搬字過紙嗰類咁嘅考證嘅，佢亦都有不少對國學或者中國傳統文化嘅創新嘅咩。譬如我舉一個例，咁啊大家可能透過例子咧可以了解佢創新嘅一啲實例。嗱，譬如舉個例，我記得好多年前咧，就當時仲我哋文化創意中心咧，仲喺順德嘅時候，我哋曾經討論過一個，即係話如果你睇中國古代嘅歷史咧，即係我哋華夏民族興起之後咧，曾經對所謂苗族啊，其他嗰啲少數民族咧，曾經有過戰事。咁啊喺《史記·五帝本紀》嗰度咧，就有一句話，就係堯舜禹咧，即係伐呢個苗咧，就千山苗於三危，千山苗於三危呢句説話。咁啊，就喺《尚書》裏邊都提到呢三苗於三危。咁啊，你如果睇翻好多古代嘅注釋咧，就係將我哋華夏族興起之後，為咗爭地盤，就將黃河、長江中下游嘅苗人、苗族三苗，即係一個廣泛嘅地區嘅名稱咁咧。其實就係黃河、長江嘅中下游。千三苗於三危，即係將苗人咧打敗咗，就將佢搬咗去三危。
咁啊好多歷史嘅著作咧就話呢個三危喺邊度咧？就係敦煌附近嗰個三危山。大家去過敦煌莫高窟都記得有個山叫三危山。咁嗱呢個咁嘅傳說咧，就喺古代史裏邊咧好常見。就堯舜禹咧都曾經伐呢個三苗，即係三苗咧早年咧就係喺呢個即係華中即係漢水一帶。咁就堯舜禹伐三苗嘅時候咧，就將佢打敗咗啦。打敗咗之後咧，就話佢咧就呢個三苗咧。就往西遷，就去咗。你睇到上邊有個圈叫三危，三危咧就係敦煌今時今日嗰個三危山。咁啊，有啲歷史文獻都有講嘅，呢個三危係放逐呢三危。咁啊問題咧就係，你如果去敦煌睇下個三危山咧係咁嘅樣，數都唔多條，點養活幾十萬嘅苗人咧？今時今日，你如果去三危山睇下，你似乎又睇唔到有啲咩苗人嘅後裔。咁呢樣嘢點解釋咧？咁啊，當年咧同阿姚公就講起一啲問題。咁話係啊，咁啊都要認真研究下。咁佢點咧？佢咧就於是咧就翻去做佢嘅研究。咁啊，大家記得咧，佢亦都係一個古文字學嘅專家啦。包括呢個甲骨學，咁佢咧就於是咧就抄翻佢啲甲骨學嘅文獻資料，咁發覺古代咧就有好多方國嘅，即係我哋華夏就係所謂中原地區咧，周邊嗰啲我哋叫方國，譬如都匈奴，我哋叫佢哋鬼方，即係當佢鬼佬，咁啊鬼方即係一個方國，咁然後咧有個叫魏方。亦都係一個方國，咁啊，阿姚公就細心研究一輪咧，佢就覺得所謂三危唔係指敦煌對面嘅三危山，而係指呢個危方嘅國。中文咧就興乜嘢都加個三字，譬如三秦大地、三湘大地。所謂三湘係指湖南嘅東部、中部、西部咁三湘咯，即係咁。咁呢啲危方亦都係，即係個分上危、中危、下危。咁呢個危方喺邊度咧？廣泛嘅注解咧就喺中國嘅西邊，特別係喺西南地區。咁呢個咧就比較合理。咁啊喺姚公咧，於是咧就寫咗一啲論文，後來將佢收集成為一本叫《西南文化創世紀》，即係講呢啲民族嘅遷移。咁其實咧啲苗族咧，佢係主要係遷向西南方，先去貴州、湖南有啲，但係主要係貴州西邊多。咁咧啲苗族嘅刺繡裏邊咧，都有佢個民族遷移嘅一啲記載，一啲圖，即係話佢哋翻山越嶺，其實主要係向西南進發。因為呢啲係苗族嘅古畫嘅變遷圖，佢哋俾華夏民族打敗咗啦，地盤俾人搶咗之類，咁啊於是咧就向西南進發，咁啊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苗族嘅古歌，涉山，因為即係跋山涉水歌，即係話我哋佢點樣走難，然後遷嚟咗西南方，嗰個嘅西南方，咁啊有啲一路去到中國嘅境外，都東南亞、越南啊、泰國啊都有苗族，咁呢個咧就即係話咧。所謂危方咧，其實係指即係西南嘅方向。咁姚公於是咧就寫咗呢個咁嘅著作咧嚟顯示。咁即係嗱，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即係佢唔接受一啲傳統對三危就係敦煌嘅三危山嘅呢個咁嘅注解，然後佢從事佢自己嘅透過甲骨文嘅研究咧，去確定呢個所謂遷三苗於三危咧，其實三危咧就係指危方西南嘅地區。另一個佢比較重視創新嘅例子咧，就係
有一本大家都聽過，中國佛教有一本叫《六祖壇經》，就係唐代嘅時候一個慧能呢個法師嘅説法嘅一個記錄。咁呢個《六祖壇經》裏邊咧，就提到慧能咧，就唔識字嘅，我話自己咧唔識字，咁然後咧佢就後來咧就寫咗一個著名嘅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咁於是咧就變咗禪宗嘅一代嘅宗師，叫做禪宗嘅一個六祖。咁《六祖壇經》裏邊咧就提到咧，即係話慧能自己講，慧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自己唔識字咁。咁呢個咧就係中國佛教長期以嚟嘅一個講法，即係六祖慧能係唔識字。咁饒公喺80年代後期咧，曾經去過慧能嘅出生地廣東，即係近住三水肇慶嗰邊嘅呢個新興，當年叫唐代叫新州嘅地方，去考察啲地方志，去睇翻當地嗰啲歷史嘅記載。咁歷史嘅記載咧，呢個慧能咧，六祖咧曾經將佢嘅住宅嘅祖上嘅住宅同埋土地咧，就捐咗俾唐代嘅政府。後來就建咗呢個國恩寺，今時今日仲有呢個國恩寺嘅。咁饒公抄翻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志、歷史文獻咧，發覺六祖咧其實即係屋企咧係官宦之家，即係咁唔係冇文化嘅，即係佢媽媽亦都係一個知書識禮嘅一個婦女。咁於是佢就收集啲資料之後咧，就於是咧得出個結論，慧能咧就唔係好似傳統嘅講法，六祖唔係唔識字，係其實係有文化。如果唔係有呢個文化基礎，亦都好難去了解呢啲比較概念比較深嘅佛典嘅觀念。咁於是咧佢就寫咗呢啲文，寫咗2篇講慧能應該係識字嘅文章，佢根據考證。咁啊今時今日咧，中國嗰啲即係一般佛教嘅著名嘅學問僧咧，都接受饒公呢個講法嘅。咁啊包括淨空法師啊、寬宏法師啊，佢哋都接受饒公呢個講法。咁喺呢度咧就用咗大家差唔多2個鐘頭時間啦，對唔住啦，就總結一下咧，饒公呢人咧係比較勤奮，比較專注嘅。佢生前咧曾經講，即係你一個人如果係勤奮專注，你唔一定係要讀國學嘅，你做邊行都得，你做金融也好，你做某個專業都好咧，你都會有成就。咁勤奮同專注係佢嘅特色，佢亦都係一個好謙卑，即係生活好簡樸嘅人。就佢好喜歡畫荷花，經常我哋喺饒館都有一啲佢嘅荷花嘅畫。佢點解喜歡畫荷花咧？都唔係因為淨係周宗頤嗰個愛蓮說嗰句話，即係呢個荷花中通外直咁樣。佢都係就覺得荷花咧有一片片嘅蓮葉啦，有一朵一朵嘅荷花啦，下邊支撐住一條框。咁呢條框咧就承擔住呢個荷葉荷花。咁佢覺得呢樣嘢咧係代表一種承擔嘅精神。咁佢自己咧覺得對中國文化嘅傳承同埋發揚咧有一個承擔嘅使命。咁要用呢個承擔精神。咁所以佢畫荷花咧，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就係呢樣。我就大致就講到呢度啦。佢係總嘅人嚟講咧，佢其實一個比較謙厚，我亦都係比較睇得容易放下嘅人，即係唔係一個好執着嘅人。其實佢係完全
係一個心無掛礙嘅人，佢唔會為生活嘅事或者咩事去煩惱，佢就專注於做佢嘅學問。咁總結嚟講咧，佢如果好似我哋能夠好似學得佢咁好勤奮、好專注咧，如果我哋做任何一個行業咧，或者我哋嘅年青人能夠按佢呢個咁嘅方法嚟做咧，無論做邊個行業咧，都會有所成就嘅。咁我今日嘅總結大家到呢度嘅，多謝大家，感恩大家。舉手發問，我哋工作人員就會將支咪遞俾你，而網上嘅朋友仔都可以喺網上留言區上面發言，咁我哋就會見到噶啦。係第二行嗰位女士。教授你好啊，講得非常之好啊，真係好啟發我哋。咁我自己因為啲工作咧，我退休，但我以前工作都做好多咧，就係如何令啲年青人咧可以投入而家呢個世代嘅事情咁樣嚇，即係潮流嘅佢一定投入。但係譬如好似阿姚公，佢做咁多中國文化方面、藝術文化方面嘅研究，而家嘅年青人我哋點樣令到佢對我哋中國文化有興趣，亦都願意好似姚公咁樣花精力去落去呢個研究，因為呢樣嘢如果冇年青人嘅成全咧，以後呢個唔知點樣去繼承。咁所以我想知道，阿教授你喺大學裏邊係我哋大學嘅校長啦，做過。咁喺年青人呢方面嘅引導佢哋、誘導佢哋嚟做呢樣嘢，唔知而家你覺得有點樣做法可以？呢個問題非常之有意思，即係個焦點就係點樣去讓我哋嘅年輕一代去學習呢啲咁樣嘅傳統文化。我就咁睇，我自己都係理工男之一啦，即係你如果回顧我哋過去幾十年咧，你睇到咧就科技發展又好快。今時今日我哋不但年年要換手機，仲要學習點樣去運用 AI， 然後先能夠生活。咁嘅科技係越嚟越進步嘅。人類社會嘅物質文明亦都係越嚟越豐富嘅。即係我哋上一代嘅時候，物質肯定冇我哋今時今日咁豐盛。咁但係儘管係咁咧，即係正如好似歷史學家湯恩比上世紀70年代所預見咧，物質文明係進步，但係咧人嘅精神文明咧未必跟得上。意思咧即係人嘅壓力、工作壓力、生活壓力咧，其實係與時並進。未有IT 以前咧，你放工就放工翻屋企啦。今時今日咧，放工時間長咗，我見到我哋啲學生以前5、6點放工，而家7點、8點、9點放工啊，好常見。翻到屋企，老闆嚟一個電話，你都係要繼續做嘢啦。咁所以工作時間係長咗嘅，工作壓力係大咗，競爭係激烈咗，行業都係睇到。以前咧，你入政府做個medical officer 3年都升一次，而家有時10年都唔升，因為排喺你前邊嘅人多。工程師都係一樣，都係排好長。咁你工作壓力大，競爭劇烈。即係其實就即係人嘅困擾咧，同埋煩惱咧，其實並冇減少。先幾輪澳洲同美國通過一個法例，8點鐘以後你可以唔聽老闆嘅電話。咁呢個其實係反映即係咁嘅現象。咁但係即係中國嘅傳統文化咧，佢主要係一種心嘅平衡嘅追求。就佢讓你生活得
比較自在啲，能夠應付呢方方面面嘅壓力。咁啊，所以咧我哋教學界咧就覺得咧，即係你物質文明咧係一定係會與時並進，但係亦都唔可以忽視人文嘅教育，點樣去培育我哋嘅年青人去面對人生路上嘅起起落落，各種嘅挑戰，你點樣去建設好自己嘅心理？呢個咧讓我想起阿萬雄一個老師啊，唐君毅老師一本書《心物與人生》。你記唔記得有本書《心物與人生》？心即係就係你嘅心，物咧就物質，即係你完全唯物，又未必好；你完全唯心，亦都未必好。你需要心與物之間有個平衡，即係物質與文明，啲物質與精神之間有個平衡。咁你先至生活得比較自在啲，比較快樂啲。咁所以你睇到而家我哋好多年輕嘅大學生咧，都會修讀一啲傳統文化嘅科目，一兩科咧，嚟幫佢哋自己減壓啊 ，stress management。即係佢唔係要讀科佛學嚟出家做和尚，唔係咁嘅事，而係佢咧可以平衡到自己嘅嗰個心。即係可以應付好生活周邊嘅壓力。咁而家內地亦都好重視，即係要同中國傳統文化結合咧，其實都係咁嘅意思。即係我哋唔可以淨係但我哋一定要重視呢個所謂科技強國嘅建設呢樣事，呢個係必由之路。但係與此同時咧，亦都要所謂文化建國，亦都係需要嘅。即係你需要建設好我哋嘅年輕一代嘅心理狀態，讓佢哋能夠面對未來嘅挑戰，種種嘅壓力。咁所以傳統文化即係包括阿姚公佢嗰種待人接物嘅行儀啊嗰啲，其實係需要嘅，即係唔係話單係定係科技就搞得掂，需要喺心與物之間有個平衡。咁所以即係你如果從呢個角度去向下一代去推介呢個中國文化，呢個係幫得到佢哋嘅。咁好多謝李教授嘅提問。咁其實我哋網上嘅朋友都有一條問題想問李教授，咁就係其實就係關於李教授嘅姚教授自己個人嘅經驗，就係佢就話姚教授去過好多地方，做過唔同嘅學術交流。咁其實呢一啲嘅經歷係咪可以即係影響到佢嘅待人處事，又或者佢性格嘅修養？影響到佢咩話？係，因為姚教授佢自己就不停去唔同嘅國家做一啲學術嘅研究啦，同埋去探訪。咁其實呢啲經歷係咪會幫助到姚教授培養到佢而家嘅情操，同埋點樣影響到佢？有幾方面嘅影響咧。一方面咧就佢做呢個漢學嘅研究，或者係即係中國文化研究咧，係比較有國際視野。佢亦都花唔少嘅時間精力去培養一啲外國嘅漢學家，好似汪德邁咁咧，即係能夠做得比較國際化啲。佢自己亦都透過呢啲咁嘅出外考察咧，就增加咗佢嘅自己嘅認識啦，提升咗佢自己嘅國際嘅視野啦嚇。好多謝李教授。咁我哋其實仲有時間，仲可以問多一條問題嘅。李教授，我知道你同姚公嘅關係啊，或者係交往啊，好密切嘅。或者可唔可以講講佢即係除咗學術或者其他方面，講講佢個為人，佢個日常嘅生活，佢個飲食習慣，或者佢個生活習慣，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佢嘅生活習慣係非常之簡樸嘅，
就譬如佢唔會特別喜歡食嗰啲官式嘅宴會，佢最喜歡食嘅蒸下肉餅啊，一碗番薯糖水啊之類啲咁嘅嘢，即係生活非常之簡樸，亦都即係好能夠做到我哋所講嘅即係心無掛礙嗰樣，即係佢唔會為一啲其他就會煩於心嘅。佢幾時都能夠好自在咁生活。呢個係我哋長期嘅觀察。一個好自在嘅人生，基本上即係冇乜糾結，冇乜掛礙，真係做到心無掛礙嗰樣嘢，幾好。好，咁好多都可以補充啊。KK，你都成日喺姚公身邊，你覺得佢係咩？據我所睇到阿姚公咧，佢真係做到心無掛礙嘅。佢對物、對名、對利都完全可以話置諸於腦後，唔會計嘅。所以佢就唔會係好，同埋佢對於日常嘅工作咧，佢淨係睇住個學術，其他嘅事咧就唔該佢啲家人啊、佢啲朋友啊，就搞掂佢啊。咁呢個係一點。第二點咧，佢中意寫書法。我記得佢有一次同我講過，因為佢想教我，佢話不如你都學下書法啦咁。咁但係我就第一我跟底太曳，咁啊學唔到嘅。咁兼且時間又唔多咧，主要好多啲咁嘅煩事。咁佢話你一定要擺開個心，唔好為呢啲世俗事咁煩。咁你喺書法度咧，你又可以當係一個氣功咁運氣。咁佢亦都係即係喺呢方面咧，佢自己係做得到嘅。咁第三咧，據我所同佢即係有幾十年嘅認識啦，因為我認識佢就係喺即係80年代初喺澳門大學，即係東亞大學嘅時候咧，佢做咗佢退休啦，但係佢都仲係肯呢個幫澳門東亞大學咧，就去帶啲碩士、博士生嘅。咁佢個工作嘅態度咧，真係不得了。咁大年紀嗰陣時已經好相當大㗎啦。都坐啲嗰陣時啲去澳門嘅船咧，係好多係嗰啲喺水面上嗰啲成唔係水船係啦，就唔係噴射船，相當燉嘅。咁我唔知阿清芬今日喺邊度啦？清芬啊，同埋佢一個侄女咧，就幫佢扶佢過去。咁我喺澳門邊就揾人接佢。咁喺呢度睇到佢喺中間咧都睇書嘅。即係完全唔會嘥時間。呢個可以引證阿卓芬頭先講嘅，即係佢係一個好用心，心就靜，即係佢又唔會為咗啲細事咧去煩惱到嘅。咁呢樣嘢我都正在學緊，不如學得唔好啊！好多謝各位嘅分享。咁我哋都認識到姚公佢自己嘅另外一面啦。咁其實首先多謝李教授嘅分享先。咁相信大家經過今次嘅講座之後，其實對姚教授同埋姚館嘅使命都有更深入嘅了解。喺講座完結之前，我哋都希望各位觀眾可以幫手填寫下今次講座嘅問卷，而網上嘅朋友就可以用自己嘅手提電話掃一掃自己熒幕上面嘅 QR code。咁現場嘅朋友如果有需要嘅話，咁可以掃一掃呢，我哋兩邊有同事手執嘅一個實體嘅 QR code。咁其實各位嘅意見對我哋未來籌劃唔同嘅活動呢，都係會好有幫助嘅，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幫手填一填呢個問卷。亦都有請李卓芬教授可以就座。
咁其實都好多謝各位嘅幫手啦。咁其實正如我頭先所講，活化咗搖滾都有各式各樣嘅活動喺呢度舉行。咁最後一樣嘢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掃一掃熒幕上嘅 QR code，關注一下我哋嘅社交媒體，以及訂閱我哋嘅電子報，了解到我哋搖滾最新嘅節目。咁其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再次感謝李教授，同埋現場同埋線上面嘅各位觀眾，期待喺搖滾將來嘅活動再次見到大家。祝各位有一個愉快嘅週末，我哋下次再見，拜拜。